蔡牧师、各位姊妹、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年恭喜！真感谢上帝的带领，甲台北大专中心的车牌，佮有咱教会的接纳，互我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到咱的中间，甲大家做伙敬拜上帝，分享圣经的信息。特别伫我讲道煞了后，大专中心的廖牧师来咱来报告大专中心的事工，请咱做伙来关心大岛，也为着大专的事工做伙来奉献。我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1章，你手头若有圣经嘛，欢迎你摕起来看哈。伫约翰福音书第1章记载2个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这2个故事甲头前3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真无共款。第一个故事记载伫35节到42节，伫遮圣经的作者甲咱讲，行洗礼约翰有2个学生，一个叫做安德烈，一个圣经无甲咱讲伊的名。这2个学生因为约翰的介绍，因知影因拄到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迄个以色列人。一直在仰望上帝所赐要来拯救以色列的迄个弥赛亚。安德烈真欢喜，因为伊知影已经拄到救主，所以因随时走转去厝，甲伊的哥哥西门，邀请伊的哥哥西门来见耶稣。然后耶稣将这个西门改名叫做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这就是咱知影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今仔日咱读的第2个故事，是发生伫头前我讲的迄个故事的隔日。耶稣伫要去加利利的路上，伊先呼召腓力，然后腓力甲安德烈同款，因为伊知伊所拄着面头前这个人叫做耶稣的这个人是弥赛亚，是因仰望真久的救主，所以。腓力嘛，甲安德烈同款，随时想要去邀请伊上好的朋友拿但业来见耶稣。这就是咱今仔日故事的一开始。腓力甲拿但业讲：摩西伫律法书所写，甲先知所记载的迄位，我已经拄着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腓力真欢喜，因为伊知伊所拄着的。迄是以色列人仰望真久上帝所赐的救主。总是当腓力甲拿但业安尼甲伊介绍的时，咱看见拿但业的反应真意外。拿但业讲：拿撒勒迄款所在会出啥物好物啊？拿撒勒迄款所在会出啥物好物？其实对拿但业的嘴，伊讲的这句话。拄显出当时迄个社会的偏见，什么款的偏见？那是上帝所赐的弥赛亚，是上帝的囝，是救主，要来拯救，安尼伊会出现伫倒？但是今仔伫咱台湾，先知甲咱讲，一个上帝所赐的弥赛亚要来到伫咱的台湾，伊会出现伫倒？当然嘛是出现伫咱台北，咁是市中心。咱上帝教会，敢是因会出现伫迄个台南个庄脚的所在？咱但业就是即款的想法。上帝的囝救世主弥赛亚来到，那一定是出现伫耶路撒冷，出现伫圣城，咱会出现伫迄个名不见经传，叫做拿但业迄个小小的庄脚。其实我伫拿但业的话内底。亲像听见，阮家己做大专事工的迄款的困境，什么款的困境？我差不多20当前，我嘛是台北大专中心的工作者迄时我伫淡水咧服侍，咱教会的责任职事，迄就是我的学生啊我会记得我顶回徛伫即个讲台，就是伊结婚的时，我来讲道。我后来离开台北大专，到伫总会做青年干事，这20当来，我拢一直在做大专甲青年的服侍的事工。一直到最近这几冬，我受到台南大专的邀请，因为我的故乡伫台南，我即摆拢住伫台南
受到台南大专的邀请，因爱我转去带即个查经班，嘛来做即个福德培训的工课。有时我咧看即代，就是即摆的这个青年的工作者、大专的工作者，因在辅导大专生、辅导青年的时，我拢感觉讲真无简单，甚至比我20当前在做大专的事工，拄到的困难、拄到的挑战搁较大。是安怎我会安尼讲啊？咱知影即摆是一个少子化、少子化的时代啊。即个少子化所带来的影响，咱常常伫新闻内咱看见，常常。搁一间大学在关门，搁一个高中在关门，敢是？毋是学校愈来愈少，定定学生嘛愈来愈少。即个学生愈来愈少，直接所冲击的，就是阮在做大专的事工的时，阮所会当招来的遮的大专的青年，遮来到团契的学生嘛哪来哪少？嘛是因为安尼，常常我会听见一寡教会、一寡牧长甲阮讲：大专中心收起来啦。这无啥简单，恁10几个团契加起来，都无阮一个教会人数诶。CP 值遮尔低，大家听有吼 ？CP 值遮尔低，是安怎要做大专的工作？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大的挑战是啥物？咱知影即摆是一个网络的世代，尤其疫情了后，这个网络所带来的影响搁较大。咱的教会到即摆搁有网络直播，是安怎？因为咱知影有一寡人。伊认可伫，伊认为伫网络顶悬做礼拜就好啊。也是讲有困难，当然有一寡人有实在的困难，伊得爱靠网络的即款的方式。对伫学生嘛是共款，学生因的所使用的即个网络的技术，比咱加足够的啦。我记得我差不多20当前，在做大专的事工的时，迄个时阵的学生，若要交朋友，若要做伙。大家就爱招出来食饭，招出来啉茶，来团契佚佗，大家招出来耍，敢是？即摆足侪学生吼，有电脑伊会当交朋友，电脑会当网络会当帮助伊处理足侪代志。当然这是好代志，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咱就知影，对伫实际，阮伫学校内底要伫遐传福音、做宣教。其实，咱就看见真侪学生，就爱即边到伫网络的顶悬，甲因接触，才有法度接触到因的性命。即款的社会的变化，亲像我头拄仔讲的，对大专的宣教，对大专生青年的牧养，造成真大的影响甲挑战。就是伫遮，我亲像听见拿蛋叶的声。当腓力真欢喜、真有热情，邀请拿但业到伫耶稣的面前的时，拿但业讲啥物？讲拿撒勒迄种所在，敢会出啥物好物？就亲像阮咧邀请学生来到团契、来到教会、来参加活动的时，团契有啥物好耍的啊？我是安那要去教会？这个营会到底会当帮助我啥物？迄到底有啥物好的？即时。咱的教会、咱的牧长、辅导、中级，也是这大专的辅导，咱也无法度怀疑讲接住啦，咱无法度接调因这些青年、这些大专的学生，因所发出的这些性命的问题的时，咱就看见这些囡仔、这些青年，慢慢的离开教会，因为伊知影我伫遮无法度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伫这个所在无法度解决。我心内的困扰，无法度解决我性命的问题。一寡真侪离开教会这些青年，因为人虽然离开教会，总是伊无愿意安尼来失去信仰，所以伊会去找真侪的资源，网络顶悬就侪资源，伫遐上无伊会当维持伊的信仰，总是要甲大家讲，搁较拍算的。搁较济，就是安尼，就是离开教会。当下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故事，当拿但业甲腓力安尼讲，拿撒勒会出啥物好物的时，咱看见腓力啥物款的反应？对我来讲，腓力真厉害啊，真高啦，一个足好的辅导。腓力伊要讲啥物？伊只是将即个问题甲接不掉。伊无批评拿但业
讲你受到社会的影响，伊嘛无为着耶稣来加辩驳啥物，好来解说，伊只有甲拿单业安尼讲，你来看，看啥物？腓力将拿单业带到耶稣的面头前，因为伊知影，只要拿单业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只要拿单业甲耶稣有第一手的即款的生命的经历，拿单业伊就会了解。看见拿单业往伊行过来，耶稣甲身躯边的人安尼讲，你看，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拢无虚假。我嘛感觉耶稣可能讲话真大声啦，所以拿单业行过来，伊嘛听见耶稣讲的即句话。拿单业感觉真奇怪，我从来毋捌熟悉即个人啊。是安那伊会知影我是一个真实的以色列人，我拢无虚假。伊到底是怎样捌我？当拿单业行到伫耶稣的面头前，拿单业甲耶稣问讲：你哪会捌我？耶稣甲拿单业安尼讲，腓力要袂叫你的时，我就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伫遮咱爱注意一个字，就是看这个字。毋但是这个故事伫头前，耶稣为着这个西门彼得改名这个故事，嘛有同款的这个看这个字。当耶稣看见拿单业的时，这个看毋是讲凊彩安尼看过尔的，这个看是耶稣毋但看见拿单业的现在，伊是一个真真实实、拢无虚假的以色列人。耶稣甚至看见伊的生命的过去。嘛要指出伊生命未来的道路。换一句话来讲，虽然拿单业真看袂起耶稣的出身伫拿撒勒这个小小的庄稼所在，总是耶稣心内真清楚，这不过是拿单业受到社会的偏见所影响，迄款的错误的观念尔点。等到耶稣看见拿单业是一个心肝真单纯、真真实的一个青年人，亲像我头拄仔讲的，耶稣看见拿单业，毋但看见伊现在的款，嘛看见伊的生命的过去，嘛要看见伊未来的道路。就亲像同款伫约翰福音伫第15章16节，一个咱真熟的经文，耶稣安尼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啊。伫耶稣拄着拿单业的这个故事嘛是同款，表面上是腓力传拿单业来靠耶稣的面前，总是伫上帝的计划内底，耶稣已经对拿单业发出伊的呼召。听见耶稣甲拿单业安尼讲了后，咱毋知影这个时间过偌久，嘛毋知影中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总是圣经的作者甲咱讲一项，就是拿单业随时回耶稣安尼讲，列比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句话是拿单业的，我讲这是信用个别啊。会当讲拿单业是规本约翰福音内底第一个知影耶稣就是上帝的囝的人。拿单业是咱有这款的眼光，是咱有这款的智慧，这款属灵的智慧。亲像我头拄仔讲的，迄是因为伊甲耶稣相拄了后。上帝都启示伊，会有这款的智慧，伊知影伫面头前，这个叫做耶稣，伊本来看袂起伊的出身，这个人是上帝的囝，是以色列人，更较重要的是达得伊一生要军队的主。这是今仔日个圣经甲咱讲的故事。安尼，这个故事甲咱有啥物关系？咱知影耶稣伫2000年前，虽然定十字架。搁活上天了后，离开这个世间，活伫即摆的咱可能无法度亲像2000年前这个文道，这个住伫以色列人，这个住伫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同款，因有机会拄到迄个活的耶稣向因讲话，咱可能无即款的机会。总是毋通袂记住，耶稣是啥？照伫约翰福音。教导，咱今仔日宣调一开始就讲，
耶稣就是迄个道成肉体上帝的道，到伫这个世间道成肉体的道。换一句话来讲，虽然耶稣已经搁活上天离开这个世间，不过上帝的道伫倒位？上帝的道伫倒位？就是咱手头的这本圣经啊。当咱咧读圣经的时，咱就亲身透过圣经内底的这个字句，上帝的道要向咱讲话，就亲像当时拿单业拄到耶稣同款。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吼，这个概念叫做“互圣经读”，互圣经读。什么叫做互圣经读？读圣经咱拢知影吼，咱每一个人逐工灵修拢会读圣经。安尼什么叫做互圣经读？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的经验。你若真正认真灵修读圣经，我相信你一定有这款的经验。当咱咧读圣经的时，伫圣经的字句的中间，咱读以色列人的故事，读耶稣的故事，读这个初代教会使徒传福音的故事，听见先知的教导、耶稣的教导、保罗的教导。表面上，咱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咱的信仰。了解耶稣的教导，学习咱的信仰，总是你一定有这款的经验，就是你可能会伫某一个故事的中间，当咱读圣经的时，你发现讲，我亲像是这个圣经内底、这个故事内底的某一个人物哦。当上帝对以色列人讲话，也是耶稣在对这个门徒在讲话，也是保罗在对初代教会的信徒在讲话的时、教导的时，亲像这句话是上帝要甲我讲的话。在这句话内底，在这个经文的内底，我亲像听见上帝要对我讲话，亲像伊指出我生命的某一个问题，然后在经文的中间，伊要指出我生命未来要去的方向。我相信，咱若认真伫读圣经，伫圣神的引出来下面，你一定捌亲像我头拄我讲的迄款的经验。这就亲像当时拿单业拄到耶稣同款，拿单业拄到活活的耶稣，耶稣看见伊的生命的现况，嘛为伊指出伊生命的方向。当咱咧读圣经的时，咱透过圣经，上帝的道嘛要亲自对咱来讲话。若看见咱生命即摆的现况，指出咱生命未来的方向。20几年前，我还搁咧读南神，我读神学院的时，我有一档的暑假，伫台南大专中心在做神学生。当我伫遐暑假做机构实习的时，我当时的督导啦，当时辅导我的督导，就是咱教会的蔡正德牧师，伊就是带我进入这个大专的学习的世界。当然，伫这个两个月，短短2个月的实习的中间，蔡牧师教我真侪代志，带我读真侪的册。不过，所有伊教我的这个，敢若一条，我记了上清楚，一直到即摆，20几年来，拢是我带青年、带大专生一个新重要的一个核心啊，是啥物？我记得是啥？真道哥，我拢叫伊真道哥啊！蔡牧师甲我讲，带团契、带青年、带大专生，上重要就是2项代志。你甲这2项代志做好，就无问题啊。啥物代志？早经班、祈祷会。当然，咱知影带青年，咱会当用敬拜赞美，咱会当办活动，办真热烈的活动，咱会当做真侪代志，吼。伊讲这代志拢真重要，无毋对，拢真好嘛，无毋对。总是上重要的，就是早经班甲祈祷会。这2项代志，互我伫这20年来在做青年事工的时，我都一直放伫心内。我后来虽然离开台北大专中心的服侍，到伫总会，在做青年干事，有缘咱知影。大专有一个营会叫做神研班啦，大家有听过？大专神学研究班，顶个月都结束。
神经班50几年来，对1970年代到伫即摆50几年来，为着咱台湾，为着咱长老教会培养一代搁一代遮优秀的青年，对神经班内底，对伫神经班内底参加过神经班毕业去做牧师的，我相信应该有100外个，应该有。毋但安尼，遮个大专的学生，因毕业了后进入到伫教会，进入到伫社会，拢真做教会甲社会真大的祝福。就是因为即款的理念，我后来做青年干事，我开始办所谓的社青读经营、社青的读经营。因为真济遮个社青甲我讲，俊明哥，我大学的时阵参加神研班。即个经验真好，总是我后来即摆在上班啊，我无法度用遐尼长的时间在参加一个营会，我为着恁来办一个拜5到礼拜3天2暝的社青读经，到即摆已经10档啊。对遮咱就看见读圣经的即个时间，对伫咱的青年，对伫咱的青年的牧养有偌尔啊重要。毋是中会办即款的活动尔定。其实我知影每一个大专中心拢有因家己的，无论查经班也好，团契的查经班也好，还是中心的遮个查经的营会。因为阮相信，伫青年宣教、青年牧养的时间内底，带青年读圣经，透过圣经的字句，互遮个青年直接甲耶稣基督相拄。透过圣经，透过读圣经，互上帝的道亲自对遮个青年讲话。阮相信，这就是阮来做青年事工、做大专事工一个上重要的核心。所以这一切拢是对倒位开始？就对腓力甲那单业讲的迄句话开始啊！伊讲：你来看，你来看，来团契看卖，来教会看卖，来读圣经看卖。我陪你读圣经，你来看，只要。咱的青年，咱的大专生，愿意互咱一个机会，互教会一个机会，互团契一个机会，互圣经一个机会。上帝的道就要亲自伫伊的性命同工，伊的性命就要甲耶稣基督相拄。最后，佫转来伫咱今仔日的故事，伫即个故事的上头尾，耶稣甲那单家安尼讲，因为我甲你讲。我有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你就信了。安尼你会看见比这个较大的事。耶稣继续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要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大家敢知影耶稣讲的这句话是对伫圣经的对一个故事来？耶稣讲，你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你若有兴趣，你也可以看创世纪第28章。伫创世纪28章所记载的，就是雅各的故事。咱知影雅各为着即个骗大囝的名分，伊欺骗伊的老爸以撒，然后互伊的即个代志曝光了后，互伊的哥哥以扫来追杀。然后伊只好走路，敢是离开厝，逃亡走路。伊后来到伫一个所在叫做伯特利，伫遐伊真忝，就摕一个石头当做枕头伫遐困去。困去了，伊做一个梦，伊梦见有一个天梯，即个天梯顶悬有真侪天使伫遐起起落落，然后天梯的顶面有上帝，雅各在讲话。耶稣就是运用这个故事，安尼耶稣用这个故事在讲什么？雅各，伊当时掠准讲，伊已经做唔到代志啊，伊已经是一个走路逃亡的人啊，离开伊的厝啊，当然伊嘛离开信仰，离开上帝的保护，总是无拍算。虽然伊已经离开厝远远。上帝犹原互伊做即个梦，甲伊讲：我犹原甲你伫地。伫即个故事的中间，雅各是啥？
我伫雅各的身上看见真侪即摆咱的青年、咱的大专生迄款的生命。咱知影雅各会当讲是，咱用咱即摆的话来讲啊，叫做第三代基督徒啊，敢是哈？因阿公是亚伯拉罕嘛，以撒、雅各嘛，第三代。我伫雅各的身上定定看见，就亲像我即种出世伫基督教的家庭，自细汉伫教会大汉，参加主日学、参加青少年团契，总是可能对信仰一知半解安尼吼，无啥毋是真清楚，无真了解。然后读大学了后，去到一个外地读大学，哇，自由啊！礼拜知影无去做礼拜，无人知影，吼。啊是讲今日无来教会，无来团契聚会，无人会当管我，吼。伊若到伫外地读册，佫会转去到教会，佫会找一个教会聚会，还是讲会来到团契聚会，安尼佫袂歹。总是阮看见真侪遮个青年，伊就安尼出去，出去了后，拄着困难，拄着问题，伊就想讲，我也毋知影要安怎找我的朋友，还是我家己一个人，家己伫遐思考，家己伫遐承担。雅各的故事甲咱讲，无论你去到倒位，雅各是一个做毋着代志的人哦，一个做毋着代志的囡仔哦。伊是伫个走路的中间，无论去到倒位，上帝永远甲伊伫地。这就是大专中心咧做的代志。当咱的青年离开厝，当咱的青年也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就是我头拄仔讲的，教会团契信仰对伊来讲，伊无法度接掉伊的问题，无法度对伊产生即个吸引力的时，大专中心所要做，就是要来望，要来接掉这个慢慢地离开教会、离开信仰的这个大专生、这个青年。这个大专的牧者，我讲牧者毋是要牧养羊尔，吼，牧者就是爱找羊啊。咱的羊伫倒，伊就爱去倒找羊。咱的羊人拢伫教会外口，咱的羊人拢伫网络的内底。咱这个大专的工作者，因就爱伫网络的内底，因就爱伫教会外口去找这个羊仔回来。啊，咱教会的角色是啥物？伫我家己20几冬对做青年甲大专的工作的即个反省的中间，咱地方教会就是大专中心上大的瓦壳啊！讲实在，当咱的大专中心，遮个大专的辅导，将遮个囡仔，吼，将遮个学生对外口带转来的时，伊嘛希望会当带转来咱的教会。当咱的大专资源有欠缺的时，咱嘛需要咱的教会做伙关心代祷甲奉献。只有地方教会甲大专中心做伙合作，咱才有法度将咱的青年，好好啊来甲因牧养，将咱的青年好啊来甲因照顾。所以今仔日我要伫遮，搁一届甲咱邀请，千万毋通抓准讲大专事工是大专中心的代志。大专辅导学生是大专中心的工作者的责任，毋是啊，是咱每一个人拢有即款的责任。每一个人，迄是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做伙同工，咱才有法度来牧养咱的青年、咱的大专的学生。最后关今仔日即个故事，帮助咱来思考几项代志。第一项，咱来学习恢力。当咱若捌亲身甲耶稣基督三拄、甲上帝三拄迄款的经验，咱有迄款的经验，请咱亲像恢力共款有迄款信仰的热情，邀请人、邀请青年、邀请咱身躯边的人来甲咱共款，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甲伊三拄来领受即款的稳定。咱若捌曾经甲那咱甲共款，受到社会的遮个意识形态、遮个价值观的影响，造成咱有一块对信仰、对教会有一块的偏见。愿甲耶稣基督三拄的即款的经验，会当帮助咱
去放落即款的偏见，互咱搁一届到伫耶稣基督的面前，互耶稣基督来改变咱的生命。最后，搁一届邀请咱来读圣经。我真爱带人读圣经，毋读大专，我真正最爱带人读圣经，因为我真正知影，伫读圣经的中间，咱每一个人都会讲甲上帝的话、上帝的道相拄。伫圣经的字句的中间，上帝要亲自向咱讲话。咱会伫读圣经的过程，咱会听见耶稣基督对咱的呼召。伫读圣经的中间，咱的生命会得到真实的改变。愿圣神帮助咱，也愿意继续引出咱的生命，互咱伫圣经的教导内底，搁一届来坚固咱的信仰。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伫世间千万人的中间，大声竞选阮来成做你的儿女。你互阮的生命有方向、有目标，阁有永远活的愿望。主啊，阮即时特别为着大专的事工来向你祈祷。主，恳求你赏赐这大专的工作者，因有对你遐来的智慧、耐心甲听心，知影怎样来引带牧养这大专的学生。也恳求你感动阮的心，互阮来成做大专事工上好的同工、上好的同伴。透过阮的代祷、甲奉献、甲关心，我会当引带这的青年、这大专的学生，甲伊相拄。转来到你的面前，互你来改变因的生命。阮搁一摆将阮的祈祷摆在你的面前，愿你来听，也愿你照你的旨意来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